其他消息来关心，辉达伫拜三的时有公布第二季的财报，营收有到美金300亿，也毋过股票绩效伫盘后是6%，嘛造成美国股市收乌，而且嘛有拖累到咱昨昏的台北股市。拜时台股开盘，互投资人心头是结归完，早盘下杀中是超过300点，上价来到22010点，好佳在落幅是渐渐收啊，落尾收伫22201点，落168点。专家分析，这是因为拜三辉达公布第二季的财报，虽然营收有到300亿美金，比华尔街预期的更较好，但是股价却落去，美国四大指数连带受到波动。财测的一个数字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市场预期更高标准的情况之下。引发了一些这个获利的一个卖压，那短线呢就等获利卖压消化完，那这个时间可长可短。今朝看辉达相关概念股，亲像台积电、鸿海含广达拢在落，看过去是一片青。款王台积电开价走价，落尾收伫943块，落21块，724.46条。就连人工智慧的族群，亲像技嘉含伟创，嘛拢有超过1.6%的落幅。另外，在金融类股的部分，大成金和中信金当在抢收购新光金，但是新光金落尾会互谁抢去还佫唔知影。新光金落尾收伫平盘，但是大成金落幅大到2.64%，伫中信金的部分嘛是有落1.51%。我们是认为说有一点点的关系，可是以整体来讲的话，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下，像是今天龙头股富邦金啦，或者是国泰金。那其实他们的走势都还算是稳定，金融股倒是还是可以继续观察的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悲观。分析师认为讲，万一台股拜四拜五两天的股价拢连续收乌，恐惊伫第期内就是9月前半个月大盘，恐惊会继续震动整合的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